再来新闻来关心囡仔的教育，为了要增加囡仔对科技学习的兴趣，练习用无共款的逻辑思维解决问题。福林二手佚佗米这个业者呢，特别进行科技教育的系列活动，透过巡回校园的方式，让囡仔了解现代科技的产品。不管是来操作机器人，或者是戴 AR、VR 目镜，学生拢参加笑嗨嗨，原来科技会当这样好耍。还有机器狗，就是你用键盘，它就会让自己动起来。为了囡仔有更侪机会会当来接触科技，芬林二手佚佗名厝特别规划科技教育活动。我们会结合这一台行动玩具车，带着我们智慧教育的相关的一个教材，到偏乡到各个小学里面去做相关教育的推广。未来二手佚佗名厝卖巡回到县内各侪间学校，用真侪活动，让镇南国小的囡仔提早熟悉科技，嘛透过趣味好耍游戏，会当让大家对学习更有兴趣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